test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紫色，紫色。黑色，黑色。黄色，黄色。
色，蓝色，蓝色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礼拜日，7日的头一日，感谢主，互咱大家有一届来到上帝面前。其实天气真好啦，有落雨，有出日，所以咱大地所需要的滋养，上帝互咱教育，咱为着这来感谢伊。好，咱三家后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真意爱。第7日的头一日，佫来到你的面前，有份伫这个祭坛。主，阮感谢你过去对阮的带领，无论阮是经过青翠的草埔，也是深渊，也是山谷，主，阮知你总是甲阮伫地扶持阮、看顾阮。我们为着这来感谢你，阮也感谢你伫今日透早的时。互阮会通来到你的面前，三甲组织伫你的祭坛，三甲来敬拜你。主，求你祝福伫阮这个祭坛，也祝福伫牧师、伫讲员所有讲的第北面顶，互阮讲的人、甲听的人拢通得到利益。主，这时阮将阮的礼拜恭敬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无论伫山顶，还是伫还未来到阮遮的人，主，求你拢扶持因、帮助因。这时，阮安尼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咱要透过2首圣诗来思想上帝呼召甲带领。第一首是阿伯兰的上帝，第二首是耶稣基督阮的主。这2首圣诗拢提醒咱，上帝呼召人，人用信心来回应；上帝带领人，人用一生来跟对。好，咱来掀开圣诗第3首。我小可介绍一下吼，这首圣诗的背景是为创世纪的经文来的。
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故乡，去上帝所要指示伊的所在。虽然伊毋知头前的路要安怎行，总是伊相信上帝应允，顺服上帝带领。后来上帝甲伊立约，应允要通过伊来祝福万民。这首诗提醒咱，亚伯兰所信的上帝，嘛是今仔日咱所信靠的上帝。这个歌词，咱会当来看卖一下。歌词是18世纪英国的 Thomas Oliver 所写的。有一摆，伊听到即个犹太的会堂吟唱传统的信仰诗歌，或者以达，伊的内心真受感动，就决定采用即个犹太教传统敬拜中的旋律。这嘛是一首流传真久的圣诗。好，咱先同齐来读，先读第一节，请。第二节，请兄弟来读。第三节，请姊妹来读。好，即个有一个维持依期吼，依期。好，第四节咱同齐来读。全体胜利天君，感谢至高上帝，阿罗爸囝圣神至尊，称赞万世。阿罗列祖上帝，我也同声来呼，权能威严拢归伫你，永远阿罗。咱同齐来吟全首。
接落来，咱要来看第542首《耶稣基督，阮的主》。这首诗的作者是匈牙利神学家 Elizabeth Tulmeze， 曲的作者是 Sándor Szokolai。这首诗歌的意思是讲，保罗教示信徒，无论做啥物，拢着尽心来做，亲像是为主来做。上帝毋但赏赐恩典，嘛要互咱所做工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所以，这首诗提醒咱，无论人生拄着啥物境况，拢着忠心跟对主，信靠主的带领。有一寡词的发音，咱会当先来练习。请咱读第一甲第20节就好。好，请耶稣基督，阮的主，你信实成全万事，无论啥事临到阮，皆无陷害。我靠你就得安全。第2节，伫一切微微代志，阮要负责照指示，你听从做阮准旨。真理宝贝，你旨意遵行无止。好，请咱同齐来唱第1节到第4节。基督阮的主，你信实成全万事，无论啥事，你的无。搁一摆来，耶稣基督阮的主，你信实成全万事，无论啥事临到阮，皆无陷害。我靠你就得安全。第2节，伫一切微微代志。阮要负责照指示，你听从做阮准旨，你宝贝，你旨意遵行无止。第3节，这米到夜本大家，恩典到夜无一切，阮感谢。第4节，每日所做主万赞，一心为你比万乐，愿平安听从无限保护照顾，这天愿进入世间。第4节第1句是帮助哈，好。今仔日的诗歌，咱就串联到这，请咱备办心来进入礼拜。
因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做，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3首《阿伯兰的上帝》。阿伯兰的上帝，关关统治万有，古早就有，直到万世，仁爱的主，独一自然而然，天顶地下同仁。着学乐我上主圣名，永远无尽。请咱起立，吟全首。请坐。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
请咱做伙来刻印定成圣诗的后面，刻印文第54篇，就是马太第5章，显着咱做伙来刻印。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。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。留灵敏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。足情和平的人真有福气。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，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这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每日的看顾。阮今仔日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敬拜你，领受你的话语，合实实践你的旨意。这时，阮将国家、教会、兄弟姊妹逐项的需要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咱的避难所，阮的山寨，阮所倚靠的上帝。恳求你保守阮的社会，用你公义的手看顾引带，愿你的和平临到万国万民，互阮得到平安甲盼望。主啊，阮也为着教会众兄弟姊妹来祈祷。身体软弱的，求你医治；心内忧闷的，求你安慰；邻里野善的，求你扶持。求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的根基，互基督的疼成做阮生活的模样。求你帮助阮，日日更新心思意念，活出属伫基督自由的性命。阮也为着教会7月儿童夏令营，搁8月人防学福音队来带导，求你保守所有的活动出入拢平安。阮也看见你对青少年真水的呼召，求你赐智慧开力，互所有的同工。愿阮所做一切拢是照你的旨意来行。求你亲身带领所有参与的人，甲你相拄，见证你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阮深信你是听祈祷的上帝。阮若照你的旨意求啥物，你就听。阮将一切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继续引带阮，互阮伫刷落来礼拜中，哪来哪亲近你。愿安尼深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221页，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显着我来读。所以我讲伊，搁伫主证明伊，恁的所行。毋通阁亲像外邦人的所行，因的心志空空，因的心思黑暗，结党伫上帝的话名，是对因毋知影，
因的心公义，既然丧失良心，就放纵家己伫社撇，对摊来行逐样的污秽。若是恁合适基督，毋是安尼。恁若果然听见伊，搁伫伊受教时，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，就是论到将前的行做。恁脱去旧的人，就是照应有人的需要伫败坏的；搁恁心心换新，穿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信来创造的。以上献诗，咱即马来请信歌队来献诗。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是感谢你使我山谷。
讲道，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。题目是无受捆绑的性命，无受捆绑的性命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伫阮中间，帮助阮伫每一天，无论伫好歹，无论伫太爱中间，也是伫顺境的中间，你拢甲阮同在。只是恳求上帝，你赐给信心，帮助阮来明白你的话语，帮助阮每一天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，愿主你看顾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咱一生内面，我毋知咱敢有做过咱人生的计划。你有没有做过你人生的计划？有的人讲啊，我已经年老啊，我即摆无啥物计划啊。有的人讲我即摆阁少年。我讲毋知我未来会怎样，总是咱会当想象一下，无论你过去也是现在，你捌对你的人生有甚物款的想象呢？你想一下，你的人生是甚物款的模样？过去的日子、时间，拢已经伫过去迄个段落结束啊！咱徛伫现在这个时刻。咱要创造一个未来，这个时刻是一个决定的时间。那呢，对这点开始，你要过甚物款的生活，也是讲你要有怎样的生命的状态呢？其实，这个世界、这个环境一直在变化。我想最近这段时间，就咱讲对1月份到即马。咱台湾的股票市场安怎不断的升悬呢？大家拢在想讲，我要靠股票来好业，我要来赚大钱。总是咱将这个眼光扣转去伫2004年迄个时间点，迄个时期因为国际迄个局势的关系，台湾的股票市场受到影响。侪公司迄种市值减少，侪人投资有受到损失。那呢，咱用过去迄个时间点，甲即马来比，咱的生活有甚物款的变化？是伫你的财富、你的金钱有变化，也是伫你的心有变化咧？当保罗写背后以弗所教会的这张批信内底，伊对第1章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躯。保罗阁讲，伫基督的内面，无论是甚物款的人，拢因为同款的信仰的共同体，咱合做一体，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。这个团体是建立伫耶稣基督这个基石的顶面，而且咱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咱转来到上帝面前。保罗一直咧强调这个代志。那呢，咱要看今仔日，咱第4章内面，保罗头前咧讲到这真重要的根基了后，伊要互咱知的是，咱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生命的态度，这个态度毋是藏伫你家己的内面，是伫你的生活中间，你爱表现出来。所以保罗咧要求信徒伫生活顶面爱有一个好的见证，因为保罗认为，若是教会伫见证过活的耶稣基督的顶面，是掠耶稣基督做伊存在的基石。那呢，就是爱来宣扬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拯救。保罗讲这个，其实是要提醒咱众人，咱每一位信徒，拢爱排起这个使命，
所以，这个见证国外的耶稣基督，毋是用嘴讲尔，嘛毋是干那听伫咱头壳内底咧想尔，是必须要真确实伫咱生活中见证出来。所以，咱通看保罗咧讲，基督徒受呼召，成做上帝囝儿上主要的目的，是爱为福音做见证。咱想一下，当咱愿意宣告耶稣将做咱性命救主的迄个时刻，你迄阵受呼召的目的是有啥物？也是讲安尼想远啊？咱讲你迄个时阵是为什么决定我要来信耶稣基督呢？有可能是咱家族内面几个代传承落来，有可能是咱第一届来认捌，咱受到真大的鼓励刺激。那呢，上帝要呼召一个人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个目的是爱传扬见证福音，要互更较多人来知影这个救赎的福音，然后来接受这个福音。所以，咱讲见证福音，毋是干那某咪人爱去做，是咱在座的每一位，咱拢爱来见证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的恩典。讲安尼，敢若真简单。有的人讲，安尼我要安怎来实践呢？伫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中，咱要安怎来实践保罗所甲咱讲的这件代志？伫以弗所书内面，保罗予咱一个方法。伊讲，咱应该有5项基本的生活的态度，就是谦逊、温柔、吞忍，用疼心互相宽容。用和平互相联合。伫信仰内面，咱讲这个谦逊，是因为咱面对上帝，咱毋是用个人，也是讲真有名声的人，是因为咱面对上帝，咱无在面对这个世界。因为当咱每一个人真认真咧面对上帝的时，咱才会当知影家己的有限、家己的缺点。家己迄种无完美。第二个温柔的意思是讲爱对家己负责任。这个负责任毋是讲点点接受尔，迄个接受是对心内甘心乐意、情愿的态度，而且这个爱承认家己是不足的、有错误的，愿意接受对上帝下来的一切规范。而且会对遐无公义的代志，会当真勇敢站出来，大声讲出来。吞忍是讲一个人会当报仇，也是讲伊有迄个能力会当报仇，总是伊无愿意安尼做。伫耶稣基督的听，这是咱教伫基督教内面信仰真大的特质，讲的是基督迄种无比的听。这种疼是咧表现伫原本对遐无资格通领受的人的身躯顶。上尾一个是和平，和平另外一个意义，卖那讲合一。保罗咧强调，伫基督的内面，无论是倒一款的人，拢因为基督的缘故合做一体。所以咱都会当用信心的气力来结连。就是用上帝来监察人的内心，来互教会成做一间有和平、有见证的信仰的团体。所以这是保罗咧讲，伫生活内面爱有的态度。总是这个态度了后，保罗继续提供一个互咱明白的是合一的一个解说。即这合一解说，用7个真重要的观念来讲合一的内容：一个身体，一位信神，一个五望，一个主，一个信仰，一个洗礼，甲唯一的一位上帝。我想这一个咧表明咱是共一个伫上帝恩典的团体内面。
无论怎样，咱伫即个联合的中间，咱是为着上帝咧活。所以保罗咧讲，伊要看到伫当时的教会爱有即款的合一。上时嘛是咧甲咱讲，无论咱咧拄着任何的挑战、困难的事，咱袂当因为信仰的问题造成一款纷争，咱爱因为信仰，咱联合做伙。所以，保罗伫第4章第8节，伊引用诗篇68篇18节，伊讲伊爬悬带去真侪受掠，去接受遐被迫的人的贡品，主上帝要伫遐徛起。这段经文伫诗篇内面咧说明，上帝哪亲像一位太赢战赢的指挥官，伊进入到一个城内面。要接受人对伊的即个贡献，但是保罗要讲的，耶稣基督哪亲像一位太赢的指挥官同款，也毋过伊毋是要接受人对伊的遮个物件献互伊的。保罗要讲的是，伊要将即个恩典赏赐互人。主耶稣基督要互人的即个恩典。是要消除人因为罪所带来死，而且要将这个束缚的物件，就是这个永远的活命，带入去到人的生命的中间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讲到这个所在，咱个回想拄则，那呢，咱人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有可能咱有无同款的目标，有可能咱有无同款的想法。总是你人生的焦点伫倒落咧？有可能伫咱生活的世界内面，咱受到整个的环境的影响，咱生命迄个焦点，其实咱放伫一个世界内面，咱放伫一个社会中间，所以咱需要有一个真正确的目标方向。因为当咱生命有可能会真低，咱会真失落的时刻，咱有可能会拄到挑战的时阵，咱要有一个真正确的人生的焦点，才袂抵到咱在起起落落的过程中间，互这个罪恶所引诱，然后坠落。当我咧回顾过去我生命的日子的时阵，也就是我未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生命救主进前，其实迄个时刻，我甲这个世界人同款，我咧追求这个俗世的价值。我生命的中心，就是放伫追求迄个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。迄阵我咧做业务，你听做业务每个月拢咧看的拢是业绩。每一年到结算的时阵，拢咧甲同事相比，你有100万的业绩无？你的收入有偌济无？总是当我真正明白上帝了后，明白耶稣基督救赎恩典，生命才开始一步一步将焦点转往耶稣基督。总是咱人的一生咱受到过去的影响真深，迄种过去的价值观永远会伫咱的内心内底。有时咱讲我已经改变啦，总是真侪习惯还阁伫咱的身躯顶。所以咱需要通过一步一步来明白上帝，生命才有都渐渐受到改变。所以当我咧回顾过去我的生命的时阵，我想，我互上帝调整的过程中间，其中有一届，是我去上这个拉法灵命更新课程。这个课程这个课程伊的书名是讲用圣经真理做根基，帮助人发现而且脱去迄个旧的我，然后伫上帝形象的中间，真正塑造自我，正做一个下真理品格的新的人，而
而且伫上帝的疼中间找到生命的意义甲价值。这个课程拢总有24节课，这4节课包括了真多，爱专心来听上帝的话，爱拍破迄个内在的誓言，爱描写以及改变咱过去，嘛有迄种赶鬼讨棒，嘛有迄种合上帝心意者，互人会当专心伫圣经真理甲意志的课程。这会当帮助人去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，将咱的性命来对准耶稣，互信心来带咱。一这个课程了后，上了有一个1对1的服侍，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帮助我面对我的内心、我的灵内面迄个真深沉的问题。我想大家拢看到，嘛知影我是初代的基督徒，所以伫迄届1对1的服侍的过程中间，张思聪牧师帮助我，互我看见耶稣对我的保护甲看顾。伫迄个服侍内面，其中有一个画面，等于到我细汉的迄个时刻。我细汉，捌互我的爸母带去迄种神坛，神坛真做一个偶像的客囝。迄个场景足清楚的，就是要做献祭迄个礼仪的时阵，信心互我看到，有一个真光的火的光，一把火伫迄个所在，伫我的边仔。张世忠牧师就爱我去问耶稣，讲迄个火所发出的光是甚物？我得到的答案是，耶稣对我讲，是我伫你的身躯边来保护你。继续咧问的时阵，我得到的答案是，虽然你还阁无认捌我，但是你是我所爱。通过迄届1对1的服侍了后，我深深知影一件代志：若是我的生命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，我的灵命无更新，我想我现在犹原陷落伫即个世界甲社会影响的内面。我的价值观犹原是咧追求迄个财富，我的生命犹原会互迄个惊吓、担心所绑掉的。我的生命的焦点就无法度对准伫遐上帝，无法度伫耶稣基督，无法度有信心的稳定存在。我的生命犹原伫迄个旧的我内面，无法度活出一个耶稣互我的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，当保罗咧甲以弗所教会一直咧强调的是，基督徒应该爱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，因为伊认为信耶稣基督，基督徒就需要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耶稣基督是一个新的世代，伫当时来看，是一个新的观念。伊应该将迄个旧的思想行为拢除去，将旧的除去，换做新的。即个毋是讲你人换一个人，即个换做新的，是咧讲咱的心灵、咱的整个的生命观顶面的改变。保罗会安尼强调，我想甲伊的背景有关系。当时伊开拓的遮一切的教会，拢是伫外邦人的地区，信徒大多数拢是外邦人。伫当地遐的人，因的思想观念，甲拜偶像的行为有关系。但是咱若看伫犹太人咧，保罗的话嘛有即个意义伫的，因为犹太教敢若咧强调摩西伫律法顶面的规定。因强调迄个
超过耶稣基督对耶稣的信仰。所以犹太人真强调迄个割礼，但是保罗要讲的是，要用新的生活来见证信仰。伊毋望信徒伫信仰生活顶面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有一个新的创造，互人看到知影因甲别人无共款。所以保罗咧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当一个人甲上帝所赏赐的性命若隔离的时，这个人的性命已经陷落伫迄种无法度断续的地步啊，是死的，是痛苦的，也是无盼望的。但是咱每一位倚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想咱袂安尼想，因为咱知上帝是监察咱内心一切，咱所想的。但是当伫咱所想的内面，咱看到别人毋知无要紧，但是上帝知影。上帝知影咱即马咱每一天每一个时刻，咱内底所想的，上帝的审判。因为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咱拢爱知影，咱所做的代志，拢是为着上帝所做。咱所做的代志，是要见证上帝伫耶稣基督顶面的救恩。伫当时，对犹太人、对外邦人来讲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观，是一个世界无法度接受的。对咱来讲，有可能嘛咧甲咱挑战，因为咱生活伫即个世俗的中间。那呢，咱的信仰要帮助咱的是，咱爱明白，咱所有的拢是对上帝遐来。学生会讲，我真熬读册啊，但是这咱爱知，毋是因为伊熬。有人讲我真熬趁钱，这嘛毋是因为你真聪明。咱无要用即款的看法，咱要看的是，咱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赏赐互咱。赏赐互咱，毋是咱收起来尔，是爱咱去帮助别人。心思意念爱更新，遮讲的更新是一个被动的更新，这个毋是咱会当家己改变的，这是上帝互咱，是倚靠信心的开展。所以，当咱还未信耶稣基督以前，咱所想的、咱所做，是未对信仰的观点来看。但是咱信耶稣基督了后，所想的、所做、所讲的会无共款。所以我毋知咱会当伫咱生活中，咱要做什么的代志进前，咱会当想一下：我安尼做有荣耀上帝的名也无？我安尼做，上帝会欢喜？那呢？咱的言行，咱所讲的，咱所做，就会当甲咱进前完全无共款啊！所以伫今仔经文中间，保罗嘛提供一个行为的上悬的范本，就是上帝的形象。上帝的形象有公义甲圣洁。当咱人转来到上帝面前，咱会当对创世纪来看，上帝是用伊的形象来创造人，这个形象所代表的意义，就是上帝圣洁甲公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明白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形象的时阵，咱就爱知，咱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是受上帝所拣选的。那呢，你甲我，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咱身躯顶拢有信心的记号。这个记号毋是干那你有尔，这个记号是爱结出果子。这个果子就是爱展现出新的生命。咱的生命伫过去
可能咱受到这个世界所捆绑，但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了后，咱伫基督内面是自由的。咱袂阁互迄个被贼、受气、偷摕，咱的迄种的限制伫的。咱因为有即个自由，迄种怨恨、迄种真无好的，拢袂阁搅了咱。所以保罗咧对当时的有所教会信徒所讲的话，嘛是咧提醒咱，咱活伫现在，特别伫咱所生活的台湾即个环境，咱要强调的是即个新的生命，咱来除去即种一切无好的。那安尼来看，咱即个世界受到真大影响，尤其咱的心受到上大影响。其实咱侪议题，拢甲金钱有关系。咱所受到影响，也是金钱来影响咱上大。所以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，就是伫基督的内面，咱有信心的记号，咱的生命是上好的。通过信心的帮助，互咱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确认家己的生命。是每一时刻拢互上帝所更新。那安尼，咱怎无来展现上帝遐来形象，互咱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拢会当传达出上帝的疼，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今仔日咱讲新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，咱看这个新的生命，是因为无受到这个世界所限制。这个无受限制，毋是讲咱会当凊彩做，是咱无受到迄个世俗的价值观，将咱的灵、咱的心绑掉的。所以保罗讲，爱放落、脱掉迄个旧的我，换去新的心灵。迄个新的我，才是咱要来追求的。基督徒，咱应该有无共款的生命观。咱无应该甲早前迄种旧的来比，所以咱会知，咱每一天拢是上帝互咱新的一个开始。一个伫耶稣基督内面生活的人，是无共款的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上帝的灵会甲咱做伙，因为有新的生命、新的观念，咱伫耶稣基督的恩典、疼甲保护的内面。是自由，无受到束缚的，是要来享受迄个属天来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身躯顶，拢有上帝形象，咱的生命拢有上帝灵的同在。那亲像上帝创造人的开始，咱每一个人，拢有上帝所分入去伫咱内面的迄口气，迄个灵。互咱成做一个真正有自由生命的人，愿上帝看顾咱，互咱毋单是领受，咱会当去见证，咱互上帝更新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我感谢你，阮的生命是你所赏赐，是你创造的。总是阮伫即个世界中间，受到侪的影响，直到阮离开了你。阮主耶稣基督的疼伫阮的中间，将属天来的平安、自由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每一届来认捌你的时阵，阮每一届来亲像耶稣，来接近你。愿主亲身帮助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，新信诗542首。耶稣基督，阮的主。耶稣基督，阮的主，你信是成全万事，
无论啥事临到阮，计无陷害我靠你，就得安全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即时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还未了解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坐。报告，伫报告进前，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。伫周报的第2面，请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意甲信来创造的。以弗所书4章24节，
请迄个信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意甲性来创造的。约弗所书4章24节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。领唱谢依宏执事、苏类张景伦执事、思琴洛丽丽姐妹、献西信歌队、苏宪李尔伯柯玉佳执事、交胎施心宇执事、陈淑锦姐妹、音控曹明祥执事、许承恩弟兄、基苏李尔伯执事。后礼拜的查经祈祷会，礼拜3，司会是施心宇执事，主理是礼和传道书。查考的经文，大家会使先来看。后礼拜的第一礼拜，题目是喜乐，阮是一顿快乐的主名，主理是礼和传道书。经文甲信息，大家会使先来准备。教会的消息报告伫第6面。第1点，敬老金发放甲东港慰劳办法，小会根据今年会员好会的建议的方式，已经修正即个办法，嘛搭咧1楼的公报栏，大家会使去看。第2项，中执会开会，本主日下晡12点半。咧地合室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参加。第3项，全民急救课程，嘛是伫咧今仔日下晡2点到4点。咱教会有请目沙消防局来指导急救的课程，就是今仔日下晡伫咧旧堂，即摆也会使报名，大家有兴趣的会使去1楼来写报名表。第4点圣工分担圣工事奉表，请各团契甲后一季的聚会表，伫咧6月15号进前交互干事来安排。第5点，交代东港训练，时间伫咧6月21号，伫咧下晡1点，地点嘛是伫遮2楼礼拜堂，报名表伫咧1楼的1楼，大家会使去，有兴趣的会使去报名，会准备着到场互大家。第6项，团契同工改选，玛纳团契改选的同工，会长是黄慧谦弟兄，副会长是许伯恩弟兄，文书是张信怡姐妹，会计是张丁贤弟兄，辅导柯玉佳执事。愿上帝保守遮的同工。以上，请问有新朋友无？无，好。即马是平安礼，即时咱互相来请安。
请咱做伙来唱。咱拢真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咱拢真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将上帝出名，因为耶稣真做事，因为耶稣。请咱有缘徛地来吟祝福的诗，信心诗397首，因是煞请科牧师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圣神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密祷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